好来，今仔日是过年年假的第一天，桃园机场引入着大批的旅客，大部分拢是要出国去过年。机场公司的预估，讲这个过年的期间，总运量会达到116万的人次。嘛要提醒民众，咧等待通关的时阵，会当先甲水倒掉，先甲金属的物品收起来，安尼安检的流程会较紧较顺。这个平湖的马京机场，一透早就有真侪民众坐无人机转来，要转来平湖过年。在机场的大厅，民众送行李排队排甲落长，地勤人员是斗相共指引方向，无用试试。春节年假的第一天，桃园机场客满游客。准备去哪里玩？去马来西亚跟印尼，去那个长滩岛。长滩岛啊，那早上排队会不会排很久？现在还在排，所以带他们出来晃晃。真侪民众利用春节出国度假，要个人实在伤济，当然运送行李嘛爱耐心等待。机场公司表示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小连续4天，估计所运的人次拢超过13万人。规个春节的所运期总运量可能会来到116万人次。机场公司也整理出加速通关的4项撇步，包括先将水含饮料倒掉，提出电子设备，脱掉外套等等的金属物品，而且袂当载超过100毫升的液体，就会当伫通关的时省时间。镜头再来到马京机场，一透早真侪民众坐飞人机登来到平湖，准备含亲人团圆。人没有很多，可能是因为坐比较早班的关系。民众想要较早登去厝过年，甚至有旅客伫机场等甲困去。那航运的方面嘛真侪人。有民众3步做2步走上船，七天的长假开始，有人将机车做伙运送去的船顶，袂再登去高雄。春节年假头一天，陆海空运人潮订满满，要把握难得的假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